恁既然真若主基督耶稣，就照安尼踮伫伊来行，已经定军伫伊，就直直受去做对性来坚固。照恁所捌受的家事，满满感谢，着谨慎。面对互人用伊的贴下甲空空的模样话来迷惑顶，照人的飞传，照世间的小学，毋是照基督，因为上帝圣地的丰盛拢照被点伫伊，恁点伫伊，也得着丰盛。三脚用信息来学乐上帝，信息322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的完全，请起立，用全首。慈悲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主日的早时，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亲近你，祝福阮清气的心来敬拜你。你若欢喜，阮要用主甲是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讲：我伫今日的杯，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得伫你亲像伫天里。阮的利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因为阮着害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好，三脚来起应。好，启文第2篇。诗篇第1篇，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亵渎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摇嘛袂打去。歹人就是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
徛袂掉。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的看顾。歹人只有灭亡这条路。三甲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阮只是自伫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的伟大甲奇妙，悬过诸天，深过大海。感谢主赏赐宝贵的贵恩，互阮成做你的囝儿。阮献上感谢，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囝来到世界，为着阮的罪受死，拯救阮。求你教示阮用心灵来敬拜你。万灵的主，请你为阮做清气的声，清气心，正做成造的人。我嘛求你怜悯，保守伊湾有战争的乌克兰，也保守台湾伫中国的威胁下徛起有勇气，袂惊吓。求主继续带领，节节祝福台湾政府智慧，互阮的社会稳定发展。互人民生活有盼望。感谢上主，你的慈悲甲疼痛一直甲阮同在，互阮平安，互阮有教育，随时拢为你的恩惠甲慈悲。若是阮有得罪你的所在，求你的赦免，无互阮的罪甲你分开，保守甲祝福咱教会所做的工，互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来感恩。用疼三款待，时常皆连伫你谦卑服侍，伫生活中见证你的名。下面的时间，求你帮助阮明白你的道理，教示阮来显明你的旨意。愿永光归伫圣神上帝，这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阮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三甲来听上帝的话，启示录第2章12节到17节。你着写批互伫伯甲摩的教会的使者讲，迄个为什么来会咸的？伊的话讲，我知你所住的位，就是撒旦做位的所在。你持守我的名，也毋令你的生活。伫安提帕的日，伊就是做我的见证，真种伫我的受害伫恁中间，就是伫撒旦所住的位。若是有几项要责备你，因为伫你遐有人持守巴兰的教，早巴兰捌甲是巴勒将疼爱的面献伫以色列子孙的面前，互伊食者乌熊的面，煞行咸盐。亲像安尼，你也有有人持守伊个拉党的教，所以着反悔。那么安尼，就我紧到你遐，要用我的喙甲剑，甲伊交战。有耳孔的，就听信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我要用更密的玛纳互伊，各用白的石互伊，石顶刻神的名，血人以外无人捌伊。愿上帝话成做阮生命中的帮助，请书涵姊妹赞美。赞美了后，请科牧师来分享。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的心灵还停留在刚刚的那个清澈的牧笛声里面，哈，很有一种干净嘛，帮助我的心安静落来，吼。这个声音这嘛是音乐，会当带互人真水也真好的帮助。今仔日下晡咱教会吼有备办一场活动，大家敢知影？哈？哦，系啊，下晡的时嘛邀请大家，若是兄弟姊妹，若是有时间，会当将时间留落来参与伫甲兄弟姊妹也是圣歌队也是音乐的服侍的同工吼，会分享的内面互咱平平听的人拢会当享受这一场上帝的恩赐跟恩典的活动吼。伫今日咱今仔日的分享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分别教会最圣的上帝，愿感谢你，搁一遍用你的圣心、甲你的话语来帮助、来起造教会的生命。愿求你，互阮的心会当静落来，听到你的声，看到你的心，就伫阮的中间。将一边时间交通有望，求你带领保守，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下来，咱的启示录的教会吼，要进入第几间？第3间吼，别加摩教会吼，别加摩教会的所在吼，咱有缘吼，相款吼，就是用地理吼来帮助咱会记哩这间教会的所在吼，伊是对西南部开始吼，安尼顺时针踅一轮吼，头前这3间教会吼，拢伫较外海边的吼，伫即个所在吼，的别加摩的地点吼。别加摩即间教会的所徛起的即个城市吼，真值得咱来好好认办吼，因为他的考古资料，老实讲，还比上一间教会吼，喜米拿教会吼，更较多吼。你们就当做那个圣地旅游的参考一下吼。这个是 Google Map 吼，伊的考古出来的即个，你对摄影吼，对面顶安尼看落卫星图吼，你当看到伊的所在吼。这个城市吼，伊的山边吼，山吼地理位置吼，那个山的那个坡度吼，这个城市拄好会当分成上层跟下层，上面的层吼跟下面的层吼，是因为地理位置。帮大家补脑一下吼，其实亚鲁撒冷县辖吼，耶路撒冷城也有分上层跟下层，你们知道吗？好，不是上下铺的床铺那种上层下层，好，辖区的辖吼，上层甲下层，迄甲伊的地理的位置有关系吼。好，所以你看到吼，那 Google Map 点名吼，它标示很多吼，其实这个是它的那个权力中心，那个宗教中心吼。我无每一个地点吼都要带你们旅游一趟吼。我刚才要列出甲耶稣圣保有这间教会有关系的几个地点吼，来互大家思考吼。第一个是这一个图拉真，好，这个图拉真吼是引起这间庙的时阵，迄当时的皇帝。他是掌权的皇帝吼，伊甲顶一间教会喜米拿教会吼，有一个很类似的状况，因这两个辖区吼都在争取政治红利。好，政治红利吼，因为你若讨好皇帝吼，检采吼就会当有 bonus 吼，福利啊，互这个城市吼，伫政治的顶面吼，会当比较游刃有余吼。顶一间教会吼，士美拿教会久保无下吼，他是为了另外一个皇帝盖的庙吼。这个别加摩教会吼，他们是帮图拉真皇帝吼盖这个庙吼。他的
石膏像大概就长这样。我以前在学美术的时阵吼，我们都是要从画石膏像开始，你知道吗？好，我们都是从画石膏像开始。这身吼我是有看过，但是应该是我感觉伊伤歹啊，所以我就不爱画伊啊。我大概就是画那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那一种的吼。好啊，图拉真皇帝吼，伊是这个城市吼，伫主前29年吼，就摕到会当替皇帝起庙吼。啊，毋过西米纳教会吼，比他们晚3年，大概伫主前26年吼，才争取到帮皇帝安怎起庙的机会吼。啊，这是因第一个特色吼。那我顶礼拜已经有讲过，你若帮皇帝盖庙吼，就有一些政治红利吼。啊，所以嘛是爱有安怎？你的政治红利，你袂当做假的，你敢知？你得爱真正吼，靠百姓来安怎敬拜皇帝啊？我们开玩笑，我们打从外在的仪式到我们内心的真诚，我们都是尊皇帝做什么？做我们的主这样子吼。好，这是因的一个特色吼。啊，另外一个这个城市，阁有另外一个这个特色，我考起来是叫什么？图书馆吼，你想讲图书馆敢有啥物厉害？咱台北市嘛有台北市立那个图书馆啊。你们知道台北市立图书馆伫倒位无？建国南路吼，我有去遐借册过吼。啊，但是台北市的图书馆敢有厉害？没有比那个中正庙对面迄间更加大吧？那一间是什么？国家图书馆吼，我甲你讲，这间厉害伫倒位，敢知？伊厉害伫迄个时代吼，伊是迄当时所在的世界的第2大间的图书馆，偌大，伊会当藏书20万册，20万册，你一世人会当读20本就袂歹啊，对无？伊迄会当收纳20万册图书馆吼啊。搭这时吼，你若去旅游，然后你会当看到它残存的那个什么图书馆的那个建筑吼的某一面墙吼，你看起来吼，因为这相片吼，你感觉讲无啥，你敢知影人偌大？你敢知？安尼，吼，有看到吼，我头道有比那个比例吼。人安尼细细只吼，所以你就会当想象吼，这间图书馆吼有偌厉害。啊，伫迄当时上厉害的图书馆伫倒位？就是伫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吼。所以第一代初代的神学家吼，嘛是对亚历山大埃及的亚历山大吼出身的吼。好。啊，你会感觉讲，那无说你介绍这个城市的图书馆是安怎？阮台大图书馆嘛袂歹啊，吼对吧？咱中间嘛真侪大学生吼。其实迄当时若是有遮尔啊高的图书馆藏书吼，你得当想象吼，因迄当时的学术地位安怎？学术地位怎么样？很高啊，对吧？台城青椒，是吗？台城青椒哦，台青椒城什么的，好，堪比我们台湾的这个那个前1、2名的那个学府吼，大家拢伫遮咧读册啊，敢有？有啦吼，这个是他们的那个底气哦，学术底气吼。啊，毋干那是安尼俩，他们不只是学术就搞诶俩吼，来。因阁有一个所在，这个高甲，什么？看戏的所在啊！看戏的所在比微秀还厉害，我跟你们说。这个剧场呀，会当安怎容纳偌侪人？你敢知？1万人比台大体育馆容纳更多。你们是要台大体育馆吗？我有一次好像我去知道有一个特会在那边借台大体育馆吼，那个表示那个剧场怎么样，那个场地怎么样，可以容纳的人数怎么样，很多。因敢若是可以容纳的人数这么多，嘛表示伊的建筑技术安怎真高吼，所以它就长这样。伫一个山片，
真的是一个山坡上。啊，若看迄去旅游的人讲吼，迄坐伫咧面顶吼，骹拢会喘，真惊吼，拍一个骹墙就安怎摔落去吼，摔入去山谷下面吼。啊，我其实有足侪张相片，我超工景一张诶，是因为我要互恁看，它的这一个剧场在上层吼，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感觉？你若定定吼，徛伫遮悬的所在。你看落去下骹旁边那个就是下骹下沉的所在，就是背型徛起的所在吼，你会常常有那种感觉叫什么？居高临下，有如君王怎么样？君临天下的什么傲气跟骄傲，有无？所以定定伫咱中间，有兄弟姊妹真爱爬山无？爬山的时阵都会让整个人怎么样？焕然一新。除了空气跟人家吸到的不一样，你的整个心境视野都会怎么样？被大自然怎么样疗愈跟什么撑住吼？迄是无简单，你看电影吼，看一场电影戏剧，看完一场出来，君临天下的傲气，整个人都被什么正增强了吼。这是因的地理的环境吼，会当塑造因的百姓有即款的。感觉家己袂歹的所在吼，但是我要讲吼，除了因的技术真好，建筑技术吼很好之外吼，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真的会塑造人的生命吼，塑造你对家己真做别干无百姓的城市市民荣誉感吼。好，啊，另外一个甲这段经文吼。咱有关系所在是遮，丢斯、Zeus、宙斯啊，吼，宙斯神庙吼，伊这个因为咱是对面顶安尼看落去吼，我们看不出它那一个位置的落差吼。这恁若是有存钱吼，有的会当去旅游一摆吼，就是那个土耳其。期间教会圣地巡礼吼，你也让去看。啊，毋过你若即马去看吼，已经看无啥物啊，因为那边只剩下地墩而已，就是那个基地而已。好，然后加几张大旗球啊尔。啊，因为那个我觉得那个秀出来，你们可能也看不懂那个是什么，我就没有放吼。但是这个宙斯神庙吼，敢也够叠，你敢知？我跟恁讲，也够有伫的，只是不在土耳其而已。因为18世纪吼，人迄德国的军队吼，伫咧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时阵吼，咧考古学家看到，好货，就安怎，甲人规个庙吼搬转去东柏林博物馆。啊，我无拍算吼，有一摆我伫咧离开利辛那要来到。教会服务的这个中间2个月吼，我有去柏林吼，去遐找阮朋友吼，伊就有一天讲，你著咱拢学美术的吼，这个我都已经看过了吼，你就是买日票吼，每一个馆你都给他进去看。拜托啊，因为我就没有做功课，你知道吗？但是我想说算了，反正。至少看到我捏伫我的头脑就好吼，啊，就行，啊，就行到一个馆的区域吼，我感觉天哪，我看到我都想往生了。迄个楼梯那你要行吼啊，但是因为你还是得通过这一个广场，你才可以去到下一个广场。结果没想到，它就是别加摩的宙斯神庙的这个是模型，这个是模型，就是迄当时。迄当时起伫迄个山头点名迄个宙斯神庙，啊，伊的我特地抓这个位置是要互恁看吼，因为耶稣写即张批互别加摩教会吼，甲讲吼，这是撒旦的啥物宝座座位吼，啊，就是讲起着大部分圣经学者都一致同意啊，宙斯的即个建筑物吼，但哪亲像一个人的啥？那个皇帝的啥龙椅吼，宝座吼，造型吼，很像那个座椅吼。啊，你安尼看，你也感觉讲啊，这也无啥。我给你看人的比例在这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走到往生。还细起来，
我就徛伫遮吼，因为已经坐博物馆坐啊，就骹就酸啊吼，啊，就入来到即个馆了，我就看到迄个楼梯，我就咧暗算讲，天哪！我要走吗？这样，还是我干脆就折返？但是因为我没有做功课，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别迦摩的那个宙斯神庙。啊，我就安尼，反正自己一个人，我就安尼叨叨行，啊，我就坐伫遐，在那边发呆，有够忝的。然后等来研经的时阵吼，啊，就唤起了，这个我去过啊吼，别迦摩宙斯神庙，有无？迄撒旦的座位，伊就生做安尼吼。但是这个文献内面讲吼，迄当时的宙斯神庙吼，无属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伊这是外观，你要人要进去，伊伫咧中央有一个香烟袅袅的祭坛，比 7-11 还厉害。一年365天，24小时都有那个香烟袅袅的献祭的那个烟，一直在焚烧，然后一直往上冲，往上冲那个火势啊，因为你一直在献祭嘛，你也让熊呢，这个是庙的内底的状况哦，嘿。对上层的宙斯的这个角度，一个宝座，佮搭配你头拄看到迄张剧场有无？迄个现场有无？伊的隔壁就是宙斯神庙。哇，撒旦坐伫迄面顶吼，若真正有一个人会当坐伫迄面顶，安尼看落去吼，是不是很有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很有君临天下的感觉，而且坐伫这个座位诶。不管是神明还是讲人的角度吼，你是可以鸟瞰整个城市的百姓徛起的所在，因咧佚佗，因咧唱歌，因咧看戏剧、看电影，拢知影一览位。这是面顶看落去的角度。我要问大家另外一个角度，啊，若是人咧，住伫迄下层遐的百姓，迄抬头一看，没有看到满天星星，抬头一看就看到这座雄伟的什么圣殿、神庙啊，人讲的圣殿，雄伟的神庙。你毋知影，迄若是对人来讲吼，你看那抬头安尼看吼，一个神庙高耸在那里吼，你是会很自然而然发出一种崇敬的心，你知道吗？对这间庙所摆这个神明，嘿，你是真自然的安怎哇，好厉害呀！跟我们看到十字架一样。跟我们看到十字架一样，啊，感谢主。有甲大家报告，还有咱的十字架发光啊！圣诞节的时阵吼，天军跟天兵是吗？天军跟天使两个队伍吼去报家的时阵吼，一月头顺一个咱教会迄天拄啊好十字架无发光，大家青年就伫遐问，无所以这平常时就安尼嘛？我讲无。我暗时是有看过，我有看过伊发光吼。我昨暗时回来的时阵吼，我有特别抬头吼，伊即摆会发光啊，可以指引了。看到十字架吼，当然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约定俗成的一种生命吼，跟信仰吼。咱看到十字架，咱的心得安怎？莫名的得到了安慰，知影讲哇，有上帝伫遮，伫咱的内面，伫即个世界吼。所以你看一个信用吼，伊的符号其实会当带来互人安怎真大的影响力，对吧？更何况它这个建筑物很厉害，因为它我怎么一直在赞美它？我不是在赞美它，我是在形容它，知道吗？好，我在形容它。建筑学者吼，因在底下咧研究讲哇，这么啊大粒的石头，到底是安怎对山骹安怎去搬去山顶，佮甲伊起甲这么啊厉害的建筑物吼，这是因从人的智慧、经验还有技术吼，一定会发出的那种赞美吼。好，另外一个地点吼，最后这一个地点。
这个已经在下层这边啊吼。啊，不过有一个叫做什么医疗中心。你莫小看这个医疗中心吼，这个医疗中心我无用伊的考古的建筑物互恁看吼，因为其实也看不完吼。重点是这个医疗中心吼，它很厉害，它哪个地方厉害呢？因为一伫迄当时吼，它就发展出解梦的治疗方式，比那个弗洛伊德还早2000多年。啊，另外一个除了解梦的一个医病治疗的方式。第二个，他还用水疗法，就是他附近有那个泉源，听水声，然后呢，有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跟医疗理论吼，治愈了当时候的一些病人。然后呢，还佫有一款的治疗方式，就是讲因迄病人吼，若要去到医疗中心，因要行过一个走廊还是隧道吼，啊，因那医疗中心内面吼，就有迄人伫迄面顶讲，你得医治啦，你得医治啦。好，有人讲吼，这是也是一个正增强吼，病人听到感觉就忙吼。啊，伫这个所在吼，真正有侪因迄个病得着好，这个。事迹吼，所以侪人会来到你家吼，寻求医疗方式。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吼，在你们听起来很像偏方啦，很像偏方。我刚讲的那2个技术，只是我特别拉出来，因为我觉得跟现代医疗来说吼，它比较像艺术治疗或者是解梦吼。但是因伫迄当时吼。第6后他们有2个单位，第一个单位就是真的是专业医疗人员，底下咧治疗。第2个单位是这个医疗中心跟宗教有关，是由他们的庙的祭司来处理的。所以因的医疗吼，伫2000多当进前的医疗，唔是干那单纯医疗，伊甲信用有结合吼，所以大家就认这个医疗中心怎么样？有神快拜呀、有神快拜吼！伫这个城市北加摩的城市吼，他们这一个医疗的象征物是蛇的符号吼，也发展出他们的钱币哦。所以伫北加摩的人民吼，他们很习惯叫这一个代表神明叫做阿克里比亚。阿克里比亚称他为救主，这句话吼，救主阿克里比亚吼，伫北加摩城市甲人民的习惯内面吼，是足共款的。就亲像咱我硬要去抓一个我们台湾人的习惯，你就讲看到一件很神奇的事，讲 Oh my God， 哦我的天哪，大概差不多这种感觉。可是不是太硬凹了？但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发出真的天哪，我怎么会就这样子病得医治了？哦，就是救主阿克里比亚在这里面怎么样行奇妙的事情了？这个是迄当时的人民的生活。兄弟姐妹，那大概我抓了这几个点吼。我抓了这几个点出来，吼，咱等来入来看耶稣写予北加摩教会的这张批，因是活伫这款的城市。我要再讲一遍哦，这个城市在当时候吼，几乎可以称它做有先进的学术、进步的医疗、宏伟的庙宇跟建筑，不为过吧？现代人。在那个时候，以当代人来说，是进步跟美好的一种表现，一种生活样貌。啊嘛个探有钱，因为他们也靠海吼嘛，是当做生意的安尼吼。所以耶稣伫咧写这张批，互徛起伫这个城市的北加摩教会，恁想，这间教会爱担当的、爱面对的是什么款的问题？这间教会，天哪！我的城市开玩笑，这很有荣誉感嘞，又进步，又先进，又有知识。这间教会挑战是啥？我们没办法用猜，咱看耶稣那讲就好啊吼。耶稣讲，迄个有香槟来的咸的吼，就是那个从口里吐出来的那个人子的那个形象吼，你若。对嘴吼，对嘴
吐出来的剑吼，你几乎就可以连接到耶稣的话，就是审判的话。好，大概就是可以直接做这样的一个连接吼。伊的话安尼讲，我知你所住的位，就是撒旦做位的所在。我知道你所住的地方，你的居所，我知影你徛，你这间教会你徛去伫什么所在？你徛去伫宙斯神庙，这么那一个建筑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建筑物吼，在当时候吼，伫迄当时是一个非常具有权威性、有宰制力的一个宗教中心。吼，耶稣讲这是撒旦的座位啊，这是你徛去的所在。你所爱你的教会，你爱面对的是真恶担当的，是真恶担当的代志。在邻里的，在生活上的，在信用顶面的，吼，这是恶担当的。但是呢，你持守我的名，这个我吼，你不要想说是主跟基督的名，哈，就是耶稣。兄弟姐妹，耶稣这个名，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耶稣刻在你我的心里面吼。因为耶稣这个名，就是别个无教会伊持守的名。伊甚至因为就算讲即个教会徛起伫撒旦座位的所在，伊嘛袂捌唔认耶稣啊！伊嘛袂捌唔认耶稣。这个东西道理对基督教会的信徒对恁来讲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我随便找一个古亭的会友，我说啊，我嘛无。唔捌认耶稣啊，我也没有否认过耶稣的名啊，兄弟姐妹，我一直在讲吼，咱即摆的环境是因为咱还阁真幸福，咱伫社会的发展面吼，咱受到宗教自由的保障。我要讲的是现主席，是现主席那定，现主席那定，我前几个月开始咧复习台湾400年史吼，现主席那定诶，其实时间无长，咱享受所有各方面的自由，其实台湾的历史不长久，只是刚好我们很幸福，真的。有时间我才甲大家来分享是安怎。我一直爱提醒现代教会，你爱珍惜，你还阁有诶管理，我毋知当行偌久，毋过你爱珍惜吼。伫迄当时，伫有撒旦座位诶别加摩城市，伫有图拉真皇帝诶庙徛起诶所在，遮诶百姓是要一同参与在市民荣誉感。什么叫市民荣誉感？开玩笑。我们遵从皇帝第一名跑第一了，开玩笑哦！我们对神明的敬畏，对宙斯的崇敬是怎么样？跑第一的，不是吗？整体的荣誉感嘛，怎么可以在我们的当中有人安怎？甲阮遮大部分的市民无共款，迄是啥款的啦？就恁遮的基督徒。歪摆，开玩笑，这是我们城市的市民荣誉感呢，那也当歪摆。皇帝，你知道我们跟世美呢，好不容易这么罗马帝国统治了这么多的地方，就我们2个城市可以拿下来，帮皇帝盖庙你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吗？这个市民要出多少钱才可以拿到这个政治红利啊？结果你们这群基督徒怎么样？不看在眼里，不在意，不认同我们的市民荣誉感，你们是怎样？而且，有一个事件发生，不参与这个市民荣誉感，对吧？在迄当时，初代信徒安提帕这个名字的字义，希腊文是反对众人吼。甲正人徛伫无共款的意见的吼，这个是他名字的字义吼。但是耶稣伫遮讲起着，我中心的干净人安提帕受抬的日，好，就是伫
撒旦所大的位啊！但是耶稣讲起，你们不参与在这样的敬拜皇帝、敬拜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市民荣誉感当中，你们得付上生命的代价。有人付上了，这个比甲顶礼拜讲起四美拿那个第一代主教坡吕贾。坡吕贾比较后面，因为坡吕贾已经是主后100多年，安提帕是在写信的之前就发生的事情。安提帕较早吼，所以耶稣讲，但是恁无因为安尼，就放弃坚守这个信仰，坚信耶稣的名。兄弟姐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主我王啊，可是不等于他们的名字都叫做耶稣，知无？基督徒，你也会记得你的主、你的救主的名叫做耶稣，是这个名真救咱，真救教会，不是那个封号、那个救主、那个主、那个王。你以为当每个人都跟你一起喊我主我主的时候，心里都在想耶稣耶稣吗？兄弟姐妹，当咱只是爱受圣神的提醒，是耶稣的名拯救咱的性命，好不好？要记得哦，这个名字很宝贵，是上帝特别为着咱放伫这个世间的名。所以，这个安提帕在迄段时的历史家的记录内面讲起着，迄段时的皇帝吼，本来想要杀鸡儆猴，哈什么？居然有人不参与在这个市民荣誉感里面。好，是谁？我不来看嘛。别迦摩的信徒哈，拖一个出来，伫众人的面前，话我做你的主吼。那这个安提帕就打死不开口吼。那亲像 A 告吼，话气势，而皇帝的出手要安怎，我就杀一个，叫其他基督徒害怕，无怕神吼，失策抬一个吼，讲好，你看恁的其中的头吼，这个下场，恁其他人开始话我叫做我的皇帝，我的主吼，结果其他基督徒怎样？别迦摩教会的信徒怎么样？点点无讲话，结果这个失策，皇帝吼，这个是文献记载讲，哇，皇帝失策，觉得打错算盘，但是这样子呢，一下去好像要杀太多人，好像不太好。政治判断下，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做。就讲好，安尼，互恁一档的时间慢慢想，好，互恁一档的时间慢慢想哦。了后再来给恁处理，好，所以这件事情，安提帕的见证吼，就在那个时候写在历史里面。所以耶稣会记得这件代志，兄弟姐妹，咱所信的上帝，说我可以耶稣，不是死死的在一个空间被我们敬拜。咱所信的这位耶稣，是行走在我们的生活里的，在这个世界。伫咧看，有人信无？有人忠心到底无？他是活的，伊是行伫教会中间的上帝，他是活的。所以，耶稣肯定别迦摩教会对伊的信的坚持，但是相信呀，但是相信也有一寡代志爱甲因这边吼，蛮系我来好了，这边没有。伊讲伫恁遐有人，因为伫恁遐有人持守巴兰的教吼，就是教训啦。这台语汉语本吼，应该其实他已经3年前已经出了一个现代台语版了吼，他这个爱特别改写一下。早巴兰捌甲是巴勒将塔盖的面迄伫以色列子孙的面前，互因食这偶像的面吼，煞惊奸淫吼。就简单来讲，甲西米拿教会吼所拄着的共款。基本上巴兰吼，伊毋是以色列人，
伊是外邦人。摩押王为了要诅咒以色列花钱请巴兰来诅咒啊，结果安怎？大概出嘴的时阵，上帝拢互伊的咒咒变做祝福安尼气死！啊，毋过巴兰真巧，伊真巧，伊讲。我既然诅咒不成不安呢，我设计陷害他们，啊，无拍算以色列中间的查甫人24000人的安呢，就真正互人带歪带去，因为中了美人计啊，是吧？中了美人计他就去行淫吃白偶像，这就是巴兰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认为伊就是假的先知假的先知来到上帝百姓中间讲。不合伫上帝旨意的代志所以影响以色列人，所以这嘛是教会有没有人在我上帝的教会当中讲一些看似合乎上帝旨意的教导，结果引诱了信徒们跟随？摩门教好，我。摩门教、摄理教、统一教，我跟你们讲，既然你都提了，我直接帮你们补脑一下。这3个教基本上呢，好，对不起，我修正一下，我这人比较孬。好，摄理教跟统一教就好。摄理教跟统一教基本上，他们完全用基督教会的圣经内容，他们的礼拜形式完全跟基督教一模模一样。你们猜哪里不一样？嘿，那就嘿，那个你是熟悉他们的人，什么拢有讲道、有敬拜、有服侍、有欧罗上帝，就是无有耶稣啊！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要你们牢记耶稣的名？因为这是会当保护你到我的信用的所在。你莫去到一个所在，讲阮是教会，阮是教会，阮有敬拜，阮有讲道，阮有学老，阮有服侍当中，阮有疼惜，但是阮无有耶稣。兄弟姐妹，这个是你的地雷，你必须把它建立起来，知道吗？那有一天我伫遐一直讲啊，拢无讲起着耶稣恁心内讲圣神啊，求你帮赞阮帮赞阮的无事，知无？知道吗？耶稣的名，才是拯救你上重要的代志。所以你从这边去看所谓披着基督教外皮的各个宗教，你就能够分辨得出来。统一教、摄理教，他们的救主是谁？就是教主我自己，知了，很好辨识吧？你有上帝话语伫遮徛好知，你一讲你就知，什么拢有，就是无有耶稣的名。这个不是基督教。第二个是，对不起，又是尼哥拉派。第一间教会嘛，讲到尼哥拉派尼哥拉派伫圣经内面无讲有真详细。有的人讲伊甲巴兰同款假先知啦但是呢，前面2间教会看起来呢是有成功抵挡了尼哥拉的影响，尼哥拉党的影响。我跟你讲，这两个教士拢是安怎？都是从教会而出的。你不要想，它不是外来的东西，它不是外来的产物，它就是从教会产出的信仰理念跟理论。所以这就是教会爱有智慧的所在。好，那我必须要从各个史料里面跟你们简单再聚焦一下尼哥拉派。尼哥拉党，它在希腊文的原文是2个组合字，第一个是胜利，第二个是百姓。好啊，所以有一寡圣经学者、解经家把这一个概念跟这个教训概念化，讲因的是伫教会内面倡导什么信仰是可以阶级化的。所以第一世纪第一世纪的天主教有教士阶级，你们知道吗？主教、教士他们的圣品阶级分很多，我都快要不知道他跟那个周星驰的9品芝麻官到底差在，因为太多品了，你知道吗？太多品了，我都记不得了。这样，所以伊的概念就是伫信用内面安怎分辨你甲我。兄弟姐妹，你要抓一个概念，你若听我的祈祷，我定定会讲分别阮最圣的上帝。分别咱最圣的，干那只有上帝；分别咱最圣，互咱属伫上帝、属伫基督的名的，干那有上帝。毋是牧师来甲恁分别，
为胜，知无？你若是伫中间有看见着，有人伫咱的中间分别，讲即个信用较好，迄个信用较歹，迄个爱搁较拍拼，爱搁较侪学习，不要把信仰阶级化。敢若有一个会当分别咱，就是上帝主管，知无？所以我甲兄弟姊妹甲咱的宗旨是啥？咱是同工啊，我们是彼此同工，咱嘛是安怎？咱嘛是甲上帝同工啊，知无？吼、啊！我还阁少年，还阁有开来吼，所以安尼教会有欠亏啊，吼，要创啥？我当然牧师会当处理啊，变粪扫啊，变扫涂骹，牧师本来就会当做啊。敢若袂输我伫教会就袂当做家事啊，伫处理的样子。然后陈玉珍就摇头，没有，他在家里面在做家事。无吼，家己的生活拢有开来通好摒扫啦，知无？跟我们的身份、职分没有关系。咱的身份跟职分当然有信用的责任，所以它有优先次序。但是你不用想，牧师嘛是甲大家兄弟姊妹同款，自己的人生要自己顾啦，是吧？啊，那上帝互咱搁较有开来，咱就会当进一步互相来照顾，对吧？你们为什么都不敢回我？不要把牧师阶级化哈！至少我呈现出来的气质应该是有让大家有这个安全感啦吼。好，所以伫这中间教会受到影响，所以耶稣写批来警告因，哎呀，提醒因唔通受到这个内底的思想安怎来影响，爱徛在坚持耶稣的名，所以伊鼓励讲，若得胜的，我要将迄看目的玛纳赏赐互伊吼。这个隐藏的玛纳甲赏赐一个白石头的顶面有写新的名吼，除了领受的以外吼，无人捌伊吼。其实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概念吼。隐藏的玛纳吼，伊是直接连接到哪里？永远的国度嘛。你在人世间里面有看过玛纳吗？玛纳的希伯来文原文就说是什么？大概以色列百姓起来讲，爸爸妈妈，我今天要吃是什么？哦，对，就是吃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然后其实当以色列人也是蛮辛苦的，哦，就是一直在那个绕口令。隐藏的玛纳对倒位来？不管它是显现的或是隐藏的，玛纳对倒位来？对天顶来，对吧？所以伊这句话基本上嘛是用无共款的讲法咧表达得胜的，的确要得到永远的国度的福气甲祝福，是吧？白石伫因迄个时代吼，有大概3个意思吼。审判的时候，他们有黑的石头跟白的石头。审判的法官嘛是要判你无罪吼，就会迄出白色的石头。啊，若要判人有罪，就迄出乌的石头吼。啊，所以有人讲吼，即款的白色的石头吼，是表达无罪释放。上帝对人的赦免，即款的赦免嘛是结连伫永远的国度。所以耶稣要写批来鼓励因讲吼，恁若是得胜的吼，的确就要得到一个永远活的生命，永远活的国度，永远活的食物吼。那你说好，牧师别甲无教会会学习到遮，啊，若对现代教会，咱要安怎来鼓励呢？咱要安怎来鼓励？我讲起着，伫现代台湾来讲，做基督徒真正是算幸福的。你还可以看昨天忙不忙吼？今天起不起得来？真自由啊！伫迄当时吼，迄基督徒真珍惜，要去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我们真的是情境差太多了。但是我会讲，其实台湾的历史，自由的历史。没有很长，现在的诱惑比较多，没办法来教会吼。哦，这个也比什么？然后你是觉得你现在起床比那时候还痛苦，是不是？好啦呢？
好啦，又有很多求信心来帮咱啦，好不好？那我也要讲起到最极端的状况下，因为咱即马是真自由、真幸福，但你要为自己最极端的状况做练习、跟操练，还有预备。这一个电影应该没有写得很明白吧？你们自己摸着线索去看吼。伊伫中间有一句话吼，就是讲，当我们在为了一些事努力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终极关怀。咱可能什么拢无，但是敢若剩的只有勇敢。这款的生命的宣告跟呐喊，迄是终极关怀。欢迎伫台湾的政敌的顶面，你感叹，你也尊敬那个时候付出代价的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势，有勇敢。但是信仰的层次只会停留在这吗？兄弟姐妹，信仰的层次不会只停留在这里的，因为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并非真的一无所有，只剩下勇敢。我们之所以能够勇敢，是因为耶稣已经伫咱的内面，已经教咱同在呀。所以这份的勇敢，不是出自人的意志、甲血气，也不是靠你的自我麻痹跟努力，是出自你哪会上伫信用甲你的性命内面勇敢，是因为耶稣甲你伫地。是因为只有耶稣是通倚靠、通相信的，伊是信实的主。咱的毋是建立家己的勇敢甲坚强内面，咱是建立伫上帝的稳定甲应允的内面。勇敢毋是倚靠咱家己撑住，勇敢是因为国外的基督已经伫咱的生命内面担当咱的罪过。为咱已经开一条生命的路甲方向，所以我们要诚实面对什么是我们现代教会的信仰危机。基督徒有可能活敢若亲像无耶稣伫咱的中间。我头拄有讲，有可能教会啥物拢有，有诗歌，有学路，有讲道，有服侍，有制度，但是有可能伫这中间都无有耶稣，这是咱爱谨慎的所在。若无有耶稣，教会敢若是一个空壳那定，失去生命。每一个主日，咱来到伫上帝面前，不是只是为了完成仪式，兄弟姐妹是伫遮真正伫信心伫咱的生命内面，安怎甲咱讲，甲咱安慰，甲咱鼓励，耶稣伫遮。耶稣在你的生命里，耶稣在你的生活里，耶稣在你所害怕的事物里面。帮助你面对它，茫，咱的勇敢会当会记牢的。无论是面对政治、生命威胁、信用的困难，咱拢知清楚知，是因为耶稣伫咱的中间，所以咱有开力，通勇敢。咱若服侍是因为耶稣伫遮，咱若唱歌学路是因为耶稣伫遮，咱若讲道。讲道理是因为耶稣伫遮，咱面对生命的苦难是因为耶稣伫遮，咱会当勇敢，就是因为咱所信的耶稣已经赢过这个世界。咱同心来祈祷，耶稣，阮感谢你，天的地上无想属其他的名，就因为上帝你听阮。你愿意拯救阮，恳求你，搁一遍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心，会当互阮坚守耶稣的名，坚持伫阮的灵性内面看见耶稣为阮的生命所做的代志。阮已经得到救赎，求你互阮有气力面对阮生命软弱的时阵、困难的时阵，因为知阮所信的耶稣看赢这个世界。同心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用新的界面来回应上帝。
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就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街是大，甲天地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听，就三听，众人嘛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用圣诗192首，主当我有困难的事。陪伴心来奉献。赏赐恩典的上主，我们献上金钱，代表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全所有，求你悦纳，也求你赐下鉴察的眼光，使我们在所献上的事上忠心，让我们的奉献不只停留在礼拜中，而是在生活中被活出来。愿我们所奉献的，在教会所处的社区与我们所爱的国家中，成为祝福的承载。
我们以具体的行动回应你的爱，帮助我们在每一次奉献时，记住奉献的意义，也照着你的心意行事，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们如此祷告，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阿们。好，今仔日讲有啥朋友伫咱的中间？好，那么吼，咱来唱个平安礼吼。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让我们彼此问安。前后左右两个朝就好，然后继续。好，在消息报告之前吼，咱来念今仔日的经句，好，来，有年康的，就听圣神和这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我要用所吸墨的玛纳予伊，各用白石予伊，就顶刻新的名。受的人以外，无人捌伊，刻受了2章17节。好，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的名字，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启示录2章17节。好，我们来小会，我们来消息的报告哈。第一项是小会的公告。今年的2月1号，我们的主日礼拜的时候呢，我们会召开2026年定期的会员合会，所以请各位兄姐预留时间来参加。如果你没有办法参加，有事请在之前就向小会的书记需新义长老请假或干事请假。好，那这个上面有说从去年1月18号到今年1月18号，曾出席礼拜的会友。都是这个即在人在的会员，所以依据我们的法规，然后不在的会员因小会决定召开会员合会2个星期之前公告，然后1年以上未参加所属教会的礼拜的这些，好，那这些详细的这些规范就请看周报。那长执会的公告是说，下礼拜的主日之后12点中午在副堂召开长执会，所以请各位长执预备心来参加。那下个礼拜呢的主日，我们也将举行各个团契的新的会长来就任，那也请这些参加的这些同工来预备心。好，今天下午，刚刚牧师有说，我们今天下午我们首度举办一个音乐分享会，我们有合唱的演出，我们有个人的演奏等等，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我们社区的伙伴有些连结。那也请各位兄姐那就预留时间，今天下午也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我们也用祝福的心为这样的一个活动来代祷，让我们所有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的所有亲朋好友或者我们自己都能够感受到上帝美好的恩典。然后音乐会之后，我们有准备一些点心，然后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好 ，OK， 那下一个是团契的简账。我们的财务组呢，在这个主日会检核各个团契去年7到12月的账册，所以请各位各团契的财务同工要准备一下。好，那因为我们要召开合会那请各组组长还有各团契的会长提供合会的手册的资料给我们的干事，包含我们去年事工的报告决算表，还有2026年事工的计划和预算，然后让我们来顺利能够编排合会手册。然后主日超花的奉献，今年2026年主日超花奉献每周是900元，
如果有登记的兄弟姐妹，请交给玉珍执事。那我们将会在之后开立这个奉献的收据。好，那团契的消息，请各位兄姐自己看周报。好，以下请牧师。好，兄弟姐妹，我伫遮要补充报告，咱今仔日下晡的活动是下晡1点开始，下午1点开始，大家中昼交陪食饭了后，来当留步来参与，大家献歌队还有所有演出者因拢真用心要将因的学习还是锻炼来分享互咱众人伫我头拄伫讲就有讲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份祈祷，就是耶稣在我们当中。当然，若是有好的、歹的部分拢是上帝要培养咱成长的养分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伫这中间。好，还有没有什么我需要补充报告？应该没有好，但愿大家能够下午享受的时候也充满着幸福和美好。好，咱继续同心来祈祷。以来世间人得救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知阮人的软弱，你知教会的有限，你也知教会所徛起的所在。但是你详细也知，你要甲阮三个同在。主求你帮助阮，伫咧谦卑思考阮家己的人生信仰，思考教会的福音会发展的事。主啊，愿阮的心祈祷讲，愿耶稣就伫遮，因为阮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是为着耶稣。每一件代志的意义，嘛是出自耶稣。这个世界是主你咧掌管的，虽然阮当即时也看袂清楚，也看无明白，也无认为阮活伫公义、公平、伫听甲接纳的所在。但是主啊，你的圣神伫阮的内面，甲阮讲，你就伫遮。你徛起的所在，就是阮活的所在。阮伫倒落，拢是耶稣你徛起的所在。因为安尼，阮有困难；因为安尼，阮有毋茫；因为安尼，阮放心祈祷交托。为着教会的兄弟姊妹，阮的信仰的成长，阮伫即个社区的意义。恳求主你掌管、带领、引带，也愿教会所食一切归荣光互你，愿平安，相属伫你所欢喜、甲救赎的人的中间。同心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唱，上落尾是我请起你，咱唱2摆。愿主旨意伫遮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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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主的旨意行伫恁的心上，愿上帝的恩典充满伫恁的日子的中间，愿耶稣的名刻伫恁的心内，帮助恁面对生命中一切艰苦困难的代志。因为当恁所信的耶稣已经开亚过这个世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
阿门。请坐灭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再来离开。愿你们平安啊！咱等一下当交杯吼，互家兄弟姊妹互相请安一下。最近天气较寒、较冷吼，你们也要保暖哦。好，上。